時至今日 ，AI 已經全面地滲透我哋嘅生活，無論係 Gemini、Claude、ChatGPT， 我哋大家每一日都同唔同嘅語言模型對話。趁住7月7號 Amazon 播映《攻殼機動隊》嘅重製版，佢哋話會帶我哋重回故事嘅原點。據我話，我哋係時候回望呢套31年前已經預言咗今日科技嘅作品。1995年狹井秀執導嘅原裝劇場版，從來都唔係一套普通嘅科幻動作片，而係一場披住 Cyberpunk 嘅外殼、深度嘅哲學思辨。我哋就趁呢個機會睇下呢部經典，可以為2026年嘅我哋帶來啲乜嘢全新嘅衝擊同埋靈感。不過喺開始之前，如果你唔介意嘅話，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故事一開場就見到草薙素子企喺摩天大廈嘅天台，除低件大褸，開啟咗光學迷彩，由高空一躍而下，爆槍殺人，乾淨利落咁完成咗一單暗殺任務。呢一幕極具視覺震撼嘅神級開場，直接將觀眾拉入一個人類可以大規模改造身體嘅未來世界。喺呢個社會入邊，電子腦嘅技術已經全面普及，人類嘅大腦可以直接連接無邊無際嘅互聯網。同一時間，人亦都可以將自己原本嘅血肉之軀替換成機械製造嘅異體。素子身為公安9課嘅隊長，正正就係將呢種技術推到極致嘅例子。除咗大腦入邊極少數部分嘅神經組織仲係屬於佢自己，佢全身都係由軍用級別嘅組件所構成嘅機械身體。電影嘅主線就係圍繞住佢帶領9課去追緝一個可以隨意入侵電腦、刪改記憶、代號快女斯嘅神秘終極黑客。隨住案情嘅深入，佢呢個設定帶出咗成個故事嘅終極命題：當一個人嘅記憶可以隨時被黑客所玩弄，連身體都可以喺工廠流水線上面大量生產，我哋憑乜嘢去證明自己仍然係一個擁有獨立意志嘅人呢？正如電影所講，Ghost 就代表住靈魂、自我意識同埋人性嘅餘溫，而 Shell 就係裝載住呢啲靈魂，隨時可以被替換嘅冰冷機械軀殼。呢套戲對後世嘅科幻作品同埋流行文化嘅影響極其深遠。首先要歸功於佢獨步天下嘅視覺美學，導演刻意放棄荷里活式嘅光鮮亮麗、充滿幾何線條嘅未來大都市，反而將鏡頭對準一個與香港九龍城寨、啟德機場嘅舊區、廟街同埋果欄為藍本嘅都市叢林，畫面充斥住密密麻麻、重重疊疊嘅繁體字光管招牌，同埋殘舊嘅霓虹燈，強烈而妖豔嘅色彩，映照住成個極度污穢、潮濕而且雜亂無章嘅城市。巨大嘅飛機喺破舊嘅樓宇上空貼地掠過，精密嘅高科技機械 2D 同埋一眼望落去遍地污水、垃圾堆積嘅後巷，形成咗強烈嘅反差。呢種將頂尖嘅資訊科技同埋底層破敗、腐爛嘅物質生活、暴力糅合而成嘅康莊美學，完美呈現咗 Cyberpunk 高科技低生活嘅核心精神。每一幕垃圾、雨水同埋霓虹光管嘅交織，都喺度質問緊科技發展到底將人類帶咗去邊呢？佢呢種想象深深啟發咗後來無數嘅電影同埋遊戲嘅創作。喺科技同埋動作設定上邊，電影展示咗令人咋舌嘅前瞻科普價值。當嗰首極具宗教意義嘅配樂響起，導演用咗一段精緻嘅蒙太奇，詳細展示草薙素子嘅機械異體嘅製造過程。畫面入邊甚至清清楚楚見到佢個腦已經完全同身體分離，獨立封裝咗喺機器入邊。使我聯想到最尾嗰場素子同人肉搏，因為過載出力而監生掹斷咗佢自己嘅雙臂，冰冷嘅機械骨骼同埋人造肌肉嘅纖維完全暴露。呢啲極具視覺衝擊嘅畫面，引申出一個核心命題：戲入邊素子個腦係可以完全同個人分開，裝入唔同嘅異體入邊。咁而家或者將來嘅技術到底做唔做到腦體分離呢樣嘢呢？喺2026年神經科學同埋腦機接口嘅技術入邊，人類已經可以讀取神經信號去控制機械肢體。雖然話
要將成個活體大腦完整咁剝離同埋維持運作，喺生物學嘅供血同埋神經維生系統上邊仍然有住極大嘅樽頸。但係將意識信號數碼化，或者將人腦連接住機械維生系統，已經係科學界全力挑戰嘅前沿領域。呢種腦體分離嘅設定喺認知學上嚟講，係完美對應咗居身認知嘅理論。傳統嘅哲學一直都以為心靈係同身體係分開嘅，大腦係一部獨立運轉嘅電腦，而身體只不過係工具。但係居身認知理論指出，人類嘅思維、情緒同埋意識其實深度依賴我哋嘅生理構造同埋身體同物理環境嘅互動。試想象一下，當數子嘅腦同原本嘅肉體切斷，失去咗自然嘅消化系統、荷爾蒙分泌同埋天然嘅神經網絡，取而代之嘅係由數碼信號模擬出嚟嘅感官回饋，佢嘅情感結構、思維方式，甚至對世界嘅認知，慢慢就會必然脫離咗傳統人類嘅範疇。因為缺乏真實肉體嘅生理痛楚同埋自然感覺，數子陷入咗極深嘅心理危機。戲中有一幕經典場面，佢獨自一人喺陰暗嘅深海入邊潛水，由海底慢慢浮翻上水面，同水面嘅倒影嘅自己交疊。呢一幕喺臨床心理學上邊係人格解體同埋失真感嘅完美化呈現。對於全身都係機械嘅人嚟講，大腦好容易會同機械身體產生一種強烈嘅剝離感，覺得自己就好似一個旁觀者咁，就喺一部機器入邊睇住世界嘅運作，甚至懷疑眼前自己嘅世界全部都係虛假嘅幻覺。呢度打出咗一個好大嘅問號，點樣先至可以證明佢嘅感官主觀意識都仲係真實嘅呢？喺心智哲學入邊，呢種被稱為主觀體驗。例如你見到紅色嘅感覺，浸吉到肉嘅痛楚。數子之所以冒住電子腦隨時故障入水嘅死亡風險去潛水，就係為咗浮上水面嗰剎那，透過重力嘅回歸、冰冷嘅水溫以及嗰種臨死嘅恐懼感，去強行喚醒自己嘅主觀體驗，確認體內僅存嘅 ghost 仍然存在。佢需要真切嘅恐懼，令證明自己仲係一個擁有主觀意識嘅人。電影除咗探討身體對於記憶嘅質疑，仲衍生出一個極大嘅問號。係裏邊嗰個幫手倒垃圾嘅司機，被超級黑客入侵電子腦，植入咗完全虛構嘅記憶。佢一直深信自己有老婆有女，每日拼命咁做嘢，但最後發現張相入邊得佢自己一個，同埋一隻狗。呢段情節喺神經心理學裏邊對應咗虛談症，即係大腦因為記憶受損或者被操控嘅時候，會自動編造啲大話去填補認知嘅空缺，而且當事人呢係會深信不疑嘅。咁樣帶出咗一個令人不寒而慄嘅問號：點樣先至可以證明一個人嘅感官同埋主觀意識都仲係真實嘅呢？電腦都尚且可以被黑客隨意咁改寫，咁如果將一個人嘅所有記憶、性格同埋行為模式原封不動咁樣注入去一部電腦入邊，或者一具全新嘅機械度，咁會發生啲咩事呢？嗰個人仲係咪原本嘅自己呢？又點樣先可以證明我係我呢？如果個血肉之軀被替換，一個機械人擁有你全部嘅記憶、行為舉止同你一模一樣，咁人類真正由代碼寫成嘅高級人工智能喺本質上究竟有咩分別呢？故事去到咗高潮，數子喺博物館裏邊面對終極嘅對手，就係由情報之海自發而衍生出嚟嘅生命體——超級電腦程式費里斯。費里斯好明確咁同人類嘅官員講，自己絕對唔係普通嘅 AI， 而係一個活生生生命體。呢度觸及咗哲學家 David Chalmers 提出嘅意識艱難問題，以及心智哲學裏邊嘅功能主義嘅觀點。功能主義認為，如果一個系統嘅運作邏輯同埋資訊處理能力係能夠完美咁複製大腦嘅功能嘅話，咁無論佢嘅底層細胞係碳基細胞，抑或係直基晶片，佢都應該被認為擁有心智同埋意識。費里斯甚至反駁，人類嘅 DNA 只不過係一段用嚟保存資訊嘅記憶程式。所謂嘅生命嘅本質就係資訊嘅流動。對於費里斯嚟講，雖然佢擁有高度自我覺察，但係作為程式，佢仍然受制於系統嘅死穴。佢只能夠做到完美嘅複製，做唔到生物學上面嘅繁衍同埋突變。單純嘅複製係極度危險嘅，因為只要中一隻針對性嘅電腦病毒，
佢嘅所有分身就會全軍覆沒。為咗達成呢種真正意義上嘅生命，佢必須引入不可預測嘅變數同埋死亡嘅概念。另一邊廂，智子一直陷入極大嘅存在焦慮，懷疑自己嘅靈魂係咪真實嘅。智子覺得自己被困喺公安九部嘅身份同埋工廠量產嘅機械軀殼入邊。費里斯提供嘅融合，正正係俾佢打破僵局、超越肉體同埋認知邊界嘅出路，係雙方出於對生命嘅演化同埋突破界限嘅強烈追求。佢哋兩個結合之後所誕生嘅，唔再係原本嘅數字或者係費里斯，而係一個突破咗實體軀殼嘅限制，喺無邊無際嘅網絡世界入邊誕生嘅全新演化生命體。1995年，黑井守創作呢部劇場版嘅時候，微軟先至啱啱推出 Windows 95。喺 Internet 仲係純文字同埋起格圖片嘅年代，佢已經大膽描繪出大腦直接相連、資訊以光速流輸嘅未來。轉眼嚟到2006年嘅今日，我哋雖然未至於將個腦挖出嚟裝入鋼鐵嘅軀殼，但係實際上我哋已經完成咗輕度嘅電子腦化。每個人手頭上都有一部智能手機，就係人類嘅外置大腦。我哋靠住演算法管理日常嘅流程、應路導航同埋雲端去儲存記憶。一旦冇咗 Internet， 現代人立刻會陷入極度嘅焦慮同埋認知障礙。喺醫療科技入邊，腦機接口嘅技術已經取得突破。癱瘓嘅病人可以純粹透過思考，直接控制電腦打字，用書想上網已經成為咗現實。同一時間，大型嘅語言模型同埋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嘅普及，令到機器具備咗前所未有嘅邏輯同埋情感模仿嘅能力，輕鬆咁通過咗圖靈測試。當年嘅費里斯要刻入電子腦，佢先至修改咗記憶。但係今日嘅 Deepfake 技術同埋演算法嘅推薦機制，已經每分每秒喺度重塑緊大眾嘅集體記憶同埋現實嘅認知。嚟到2026年，全新嘅攻殼機動隊動畫即將推出。喺 AI 全面爆發嘅年代，重啟呢個殿堂級 IP，絕對係極大嘅挑戰。當年觀眾睇預言，但係今日嘅觀眾要求嘅係當下對社會嘅洞察。新作必須回應後真相時代同埋資訊碎片化嘅命題。95年嘅數字面對嘅係資訊嘅唔透明，但係今日我哋面對嘅係資訊嘅過載、演算法回音室同埋假新聞濫發。在集體記憶隨時被洗腦嘅年代，主角點樣喺大腦直連 Internet 嘅時候守住自己嘅意志，將會係核心嘅焦點。視覺上邊點樣將沉重嘅 Cyberpunk 美學轉化到符合現代審美嘅空間呢？呢個亦都係值得期待。最關鍵嘅係，當現實嘅機器都已經識得畫畫寫詩，展現高度嘅情感嘅時候，新作要點樣重新定義 Ghost 靈魂嘅本質呢？當人類引以為傲嘅創造力被無情碾壓，咁到底仲有乜嘢係人類無可替代嘅靈魂嘅核心呢？呢個將會係全新世代所面對嘅終極嘅疑問。我係半邊人，我哋下次再見啦。